你知道嗎？其實成個啟德跑道區一共只得8座臨海正對維港嘅獨立別墅，當中6座就坐落喺雲景入面，真正一線直望維港，屬於收藏級嘅地標資產。其中呢一座超過4355尺嘅獨立屋，由你一入門嗰刻開始就已經感受到佢嘅氣派。獨立門第設計，私人大門一開就直接進入專屬嘅私人空間，高樓底嘅客飯廳，加上巨型落地玻璃，將成個維港景觀完整引入室內。日頭望出去係海景，夜晚就係香港最璀璨嘅城市天際線。客廳外面直接連接私人花園同泳池，生活空間自然延伸到戶外。喺維港旁邊擁有自己嘅私人泳池花園，真係極少數人先可以擁有。主人套房空間非常寬敞，配合全景落地玻璃同私人露台，每日朝早一起身就望住整個維多利亞港嘅海景同城市天際線。好多香港豪宅都只係望到海，但呢度係真正面向整個維港生活。天台仲有私人空中花園，配置戶外按摩池，喺呢度睇日落、睇夜景，甚至睇維港煙花，成個城市都變成你嘅背景。喺香港，低密度別墅、維港一線海景、核心地段同時具備嘅物業，幾乎係無法複製。呢一類資產價值唔只係住，更在於佢嘅稀有性同不可替代性。